肺癌末患者會因為佢嘅病情、治療時嘅副作用、肺部多痰或者心情唔好，往往會引起呼吸唔暢順同埋困難。有見及此，癌症資訊網同埋香港醫護聯盟邀請咗香港復康會息健中心嘅註冊物理治療師，為肺癌患者介紹一套呼吸嘅控制、咳痰、放鬆練習，以至到改善患者嘅唔舒服嘅情況。呢段短片我哋會介紹呼吸控制練習、咳痰技巧，以及有助放鬆身心嘅放鬆技巧。呼吸控制練習有助於肺部擴張，改善肺癌患者呼吸時候氣促嘅問題，以及改善因為氣促時引起嘅肌肉緊張感覺。有效嘅咳痰練習可以幫助肺癌患者有效咁咳痰，從而減低咗因為不停用力咳痰引起嘅氣管緊張。放鬆練習可以幫助肺癌患者放鬆身體，舒緩緊張嘅情緒，幫助放鬆。以下落嚟會介紹一個呼吸控制練習，呢個練習適合任何時候做嘅。如果遇到氣促或者感覺到緊張嘅時候，亦都可以使用。首先，坐喺有靠背嘅椅上邊，雙腳着地，放鬆身體，將手放喺肚臍下邊嘅小腹上邊，用個鼻慢慢吸入空氣。喺呢個時候，你會感覺到個肚慢慢脹起嚟。你可以喺呢個時候停留3秒，等個肺完全充滿咗空氣之後，慢慢張開你個口，慢慢將空氣呼出，感覺到肚臍慢慢凹返落去，咁就完成咗一次嘅呼吸控制練習啦。你可以重複頭先個動作3至5次。咁其實做呼吸訓練嗰陣時咧，就最緊要揾一個自己舒服可以放鬆到身體嘅姿勢去做嘅。咁當自己熟習咗個呼吸訓練之後咧，咁其實企坐同埋瞓咧，一樣都可以做呢個訓練嘅。呼氣係指空氣從肺部呼出，並唔係用力咁咳痰。用意係將痰液從較深嘅小氣管移到支氣管，令到啲痰液更加容易咁出嚟。呼氣可分2種，小而長嘅呼氣同埋大而短嘅呼氣。首先，我哋練習小而長嘅呼氣。坐喺有靠背嘅椅上邊，雙腳着地，放鬆身體，用鼻慢慢吸入空氣。記住，唔需要令到成個肺部都充滿空氣，只需要半脹就可以啦。然後呼氣，用腹部嘅肌肉將空氣從肺部呼出。如果有痰嘅話，會從呼氣嘅過程將痰液移到支氣管。可以重複呼氣2次，再做呼吸練習，避免不停咁做呼氣啊。坐喺有靠背嘅椅上邊，雙腳着地，放鬆身體，用鼻深深咁吸入空氣，然後快速咁呼氣。用腹部嘅肌肉將空氣從肺部呼出，可以有效咁將痰吐出。可以重複呼氣2次，再做呼吸控制練習，避免不停咁做呼氣啊。做呼氣訓練嘅時間，其實就盡量避免做多次重複性嘅呼氣訓練啦。咁當做咗2次之後都冇痰可以出到嚟呢，咁就要做翻個呼吸訓練，等自己放鬆翻。因為如果重複做多次嘅呼氣訓練呢，就會令到肌肉同埋氣管更加收窄，就會更加難令到啲痰可以吐出體外噶啦。如果呼氣並唔能夠將痰吐出，咁就應該將痰咳出嚟。
咳痰只適用於痰較容易咳嘅時候使用，避免重複用力咁咳，因為會令到人哋好攰，同埋容易感到氣促，更加之易導致到喉嚨氣管收窄，更難將痰咳出。首先，坐喺有靠背嘅椅上邊，雙腳着地，放鬆身體，用鼻慢慢咁吸入空氣，然後快速咁樣咳，咁樣可以有效將痰咳出嚟。咁其實咳痰係最主要清除翻喺支氣管嘅痰液嘅。咁其實只要2-3次咧，咁其實就可以將痰液排出體外噶啦。咁所以咧就避免不斷好用力咁樣去咳嗽啦。咁樣因為咁樣咧就會令到啲痰更加難排出體外嘅。同時間咧咁就記得做呢個咳痰訓練嘅時間就唔好食得太飽啦，因為咁樣咧就好容易嘔嘅。同埋最後一點就係要用紙巾揞住口鼻啦，咁就避免飛沫傳播嘅。坐得舒服嘅你，慢慢將雙眼合上，開始慢慢呼吸，留意住自己每一下呼氣嘅時候，慢慢將個膊頭慢慢鬆落嚟，感覺下而家自己身體嘅反應。當每一下呼氣嘅時候，你會感覺到更加鬆、更加軟，將你自己嘅感覺放喺身體你覺得舒服嘅感受上邊，而呢種舒服嘅感受就好似平時沖花灑涼一樣嗰啲暖水，嗰啲感覺就好似啲暖水咁，慢慢由你個頭一路帶落去條頸，膊頭、雙手，慢慢流到10隻手指。你會感覺到嗰啲感覺慢慢向你嘅指尖移向，慢慢集中喺你自己身體上面嘅感受。呢種放到好遠、好鬆嘅感覺，慢慢從你嘅膊頭去到你嘅心口，留意下自己而家嘅呼吸，你會覺得越嚟越慢，越嚟越鬆，而呢一種感覺就慢慢流向你個胃、你個肚，慢慢俾呢一種感覺充滿你成個上半身，慢慢集中喺你覺得呢一種舒服嘅感覺。而呢一種感覺就慢慢流到去你嘅盤骨，流到去你嘅大髀，流到去你嘅小腿。你會感覺到個人越嚟越鬆，越嚟越軟。
而開始由你嘅小腿慢慢去到10隻腳趾，感覺住你覺得舒服嘅感覺。喺呢個時候，你就帶住呢個舒服嘅自己去揾一笪你鍾意嘅地方，一笪可以令到你完完全全放鬆嘅地方。呢個地方可以係有花有草，呢個地方可以係有海有沙，隨你自己喜歡。當去到呢一笪地方嘅時候，望下嗰度有啲咩？聽下嗰度有啲咩聲，你係鍾意嘅？感受下嗰度，你感受到有啲咩嘅感覺，你係覺得舒服嘅？就喺呢度，你可以畀自己停留一陣，享受下呢一種感覺，享受下呢一幅圖畫畀你自己嘅身體反應。慢慢深呼吸幾啖，好好咁享受下喺呢一幅圖畫，成個人可以放到好鬆好軟，畀自己呼吸一啖，記住呢一種感覺。第一陣，我哋就會由1數到10，當數到10嘅時候，你就可以慢慢醒返嚟啦。而家開始數啦，1、2、3、4、5、6、7、8、9、10，而家你可以慢慢擘大你雙眼啦。咁其實呼吸就冇話一個特定嘅秒數嘅。咁其實做呼吸訓練嘅時間呢，咁其實只要放慢個呼吸速度啦，比平時嘅速度慢啲，同埋慢慢專注翻喺呼吸上面就可以噶啦。咁如果更加好嘅時間呢，就可以每一下呼吸帶動到膊頭嘅喐動，令到膊頭有呢個垂落嚟嘅感覺，其實效果會更加好嘅。放鬆練習最好其實係揾一個比較人少啲啦，同埋比較安靜嘅地方，唔好俾咁容易俾人打擾嘅情況之下做翻頭先嗰5至8分鐘嘅放鬆練習最好嘅。不過其實喺一般情況之下啦，你搭緊巴士啊、坐地鐵啊，或者喺條街度等緊人啦，其實可以嘗試集中望住一點，然之後乜都唔諗，集中喺個呼吸上面啦，慢慢放鬆身體，可以慢慢每日重複下3至5分鐘嘅放鬆練習啦，咁樣就好過每隔幾個星期先做一次會好啲嘅。
咁呢個其實一般人都會經歷過嘅。咁繁瑣嘢叫自己唔好諗，其實會越諗越多啊，同埋可能令到更加多繁瑣嘢會走埋出嚟嘅。咁其實可以有2個方法可以俾少少建議大家啦。咁第一個方法就係當大家遇到呢啲繁瑣嘢嘅時間呢，咁就可以慢慢將個精神集中翻喺個呼吸上面啦。咁隨住呼吸就可以慢慢放鬆翻個身體。咁第二個方法就可以好似以前我哋玩嗰啲吹嗰啲肥皂泡，咁一個波咁樣啦，咁就可以想像將啲繁瑣嘢慢慢帶嚟個身體咁樣嘅。而家我哋介紹下呢啲輔助工具。有研究指示，運用手提電風扇可以幫助舒緩氣促嘅感覺。我哋可以拎住個電風扇，距離面部大約15厘米左右，讓風扇吹出嚟嘅風吹向鼻同埋周圍，最好喺鼻嘅兩邊同埋上唇嘅位置。通常3至5分鐘之內，感覺到氣促嘅感覺就可以得到舒緩㗎喇。呢個方法簡單而又冇副作用，所以各位病友當感到氣促嘅時候，可以試下用呢一個風扇幫下手。